各位新粉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仔好生活，我係新仔，每日為你爆響口，睇通透。睇片之前記得先撳訂閱，多謝各位。大家好，我係新仔，今日同大家講一講思明嘅最後訪問。大家又會喺個訪問之中會睇到大仔今日嘅性格，可能有機會都係被縱容或者溺愛造成嘅。大家又睇一睇呢個訪問喺2022年中進行，當時思明精神仲好好，完全冇諗過呢個會係佢最後一個深度訪問。香港01獨家取得並披露咗呢次珍貴訪談嘅細節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喺訪問入邊，思明拋開咗藝人嘅包袱，以一個母親嘅身份，剖白咗多年嚟栽培兩個仔嘅艱辛，更眼睛泛紅咁控訴大仔李永漢當年如何被媒體屈砌生豬肉，毀掉名譽。思明最不能釋懷嘅係大仔李永漢回港後加入娛樂圈，而遭傳媒屈砌生豬肉，毀掉名譽。講緊嘅係當年李永漢自稱擁有天眼通，指阿嬌係佢前世老婆，仲被影到拎住玫瑰花喺阿嬌寓所樓下等候。思明激動話：我個仔去到現場，擺低飯盒，擺低紮花，夾硬要話呢件事發生。佢話當時打電話同記者理論，對方竟然話：你依家求我啊，你求我都冇用，我依家要點做就點做。呢件事令思明非常心痛。佢話你咁樣係害死佢一世。但係呢個訪問亦暴露咗一個問題：思明對大仔嘅寵愛似乎去到一個唔理性嘅程度。佢完全相信大仔嘅講法，認為所有負面新聞都係俾人屈嘅，從來冇懷疑過大仔本身係咪有問題。有網民就評論李永漢今日嘅性格，母親嘅溺愛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元素。思明喺訪問中甚至講到自己曾經帶住兩個仔遠走美國，為咗避開黑幫追殺四圍搬屋。佢話我一個女人帶住兩個仔，我去美國都係帶住兩個仔四圍走，我冇咩背景，冇人幫我喺美國，我俾黑社會追殺我兩個仔，我四圍搬屋去避。呢種長期嘅保護，可能令到大仔習慣咗將所有嘅問題歸咎於外界，而唔係反省自己。思明仲透露，當年離婚後，一個人帶住兩個仔遠走美國，係因為想俾佢哋一個更好嘅成長環境。佢話我放棄好多嘢栽培兩個仔，我對佢哋好大期望。佢中意拍戲，我俾佢拍戲；佢去讀書，我跟佢去讀書。邊個唔錫仔女？貓貓狗狗都錫佢啲仔女，何況我栽培到讀完大學返嚟。呢番說話充分顯示咗思明作為母親嘅付出同期望，但係過度嘅保護同溺愛，可能反而令大仔失去咗面對逆境嘅能力。思明離世之後，李家嘅家庭矛盾全面爆發。大仔李永漢連日接受香港01等媒體訪問，指控細佬李永豪夫婦對老豆鼎爺實施監控，連買餸都要經批准。佢仲驚爆李永豪曾向鼎爺索取300萬港元，意圖分身家。李永漢又話弟婦林宇謙從來冇邀請媽媽出席婚禮。思明係透過新聞先知個仔結婚，令媽媽感到極度受辱。但係另一方嘅說法完全唔同。細佬李永豪反擊，話阿哥李永漢自2024年底開始突然行使監護令，全面封鎖母親嘅住院消息。佢話我媽住過伊利沙伯、明愛，仲有浸會醫院。呢2年我不停喺幾間醫院之間奔走，只想問我媽嘅下落，但每次都因為佢嘅監護令而被封鎖。佢同鼎爺跑勻九龍區多間醫院，都見唔到媽媽一面。李永豪仲去過警署報案，但警方話監護令屬家事，無法介入。呢個監護令風波成為咗成單案最證據確鑿嘅部分。李永豪公開咁講，鼎爺都公開咁講，話自己被大仔禁止探病，連病房號碼都唔知。醫院方面因為監護令嘅限制，就算面對思明嘅親生仔同前夫，都唔能夠透露任何消息。呢一點係李永漢至今都冇正面回應嘅。有醫生透露，監護令一旦生效，醫院必須嚴格遵守，否則會面臨法律責任。呢個制度原本係為咗保護病人，但而家卻成為咗兄弟之間角力嘅工具。至於老豆鼎爺嘅說法就更加震撼。鼎爺接受香港01訪問嘅時候，強烈反駁李永漢指控細佬監控自己，直斥冇咁嘅事。佢仲爆出驚人內幕，話當年思明本來想出席細仔嘅婚禮，但係被大仔李永漢威脅，你去我就打 X 死你。思明因為驚，最終先至缺席。鼎爺仲話思明一直好怕大仔嘅暴躁脾氣，家人為咗唔想觸動佢神經，唯有盡量遷就，可惜情況變本加厲。李永漢後來甚至唔准媽媽同鼎爺飲茶，連電話聯絡都變得困難。鼎爺呢番說話分量好重，佢係思明嘅前夫，但離婚後一直負責前妻嘅起居生活，甚至思明住所裝修
都係鼎爺一力承擔幾十萬裝修費，佢冇理由要偏幫細仔，而且鼎爺仲爆料指李永漢曾經用粗口恐嚇思明，呢啲都有鄰居可以作證。據知有鄰居曾經親耳聽到屋企成日傳出爭吵聲，而且全屋都有 CCTV 監控，呢啲來自第三方嘅證人，令李永漢嘅誠信受到嚴重質疑。網上嘅輿論亦都逐漸出現變化。最初有網民同情李永漢，覺得佢被細佬夫婦逼到牆角，但隨住更多內幕曝光，越嚟越多人質疑李永漢嘅說法。有網民話李永漢話弟婦搞散頭家，但思明生前同新抱關係好到似閨蜜，點解會突然變差？又有網民話李永漢指控細佬監控老豆，但係老豆鼎爺親自出嚟否認，仲反指係大仔恐嚇阿媽，邊個講大話？好明顯啊！仲有網民分析，李永漢失業多年，一家五口靠咩生活？佢咁緊張間祖屋，係咪因為怕冇咗經濟來源？事實上，李永漢嘅事業發展一直都唔順利，佢曾經兩度挑戰政壇，2011年參選區議會因私事退選，2016年參選立法會落敗。佢曾經幫老豆鼎爺打工，但係疫情期間被裁員，之後一直冇穩定收入。相比之下，細佬李永豪雖然唔係大紅大紫，但係一直有 TVB 合約，拍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長做長有，收入穩定。兩兄弟嘅經濟狀況形成鮮明對比。有媒體估計李永豪單係拍愛回家每月都有一份基本收入，加上其他商演同廣告，而且老豆嗰邊去幫手都有收入，細佬嘅收入都算穩定。而李永漢呢，除咗間唔中接下零星工作，幾乎係零收入。另外，思明生前同住嘅九龍塘筆架山祖屋，市值估計約800萬至1200萬港元。李永漢自2016年結婚之後，同太太同3名子女一直同思明住喺度。而李永豪同太太 Agnes 拍拖後，早已搬出祖屋。如今思明離世，間祖屋實際上由李永漢一家五口獨佔。有網民就質疑李永漢咁緊張要趕走弟婦，係咪因為怕細佬同佢爭產？據了解，思明生前並未有立下遺囑，按照香港法例，遺產將由2名兒子平均分配。換句話說，李永豪理論上有權分得一半祖屋業權，呢個可能就係李永漢最擔心嘅事。至於喪禮安排，更加係一波三折。李永漢最初公開表示會拒絕弟婦林宇謙出席喪禮，話媽媽生前從未承認呢個新抱。但係李永豪已經表示收到哥哥通知嘅訃聞，到時會同太太一齊出席。鼎爺亦都開腔，堅持細仔同新抱必須出席喪禮，送思明最後一程。鼎爺仲話一家人齊齊整整先係最重要，唔好再搞咁多嘢。而家全城都關注4月22號嘅喪禮會唔會成為另一場戰場？李永漢會唔會真係阻止弟婦入靈堂？鼎爺同細仔會唔會同場出現？兩兄弟會唔會喺媽媽嘅喪禮上再次衝突？呢啲問題暫時都未有答案。有殯儀業人士透露，如果李永漢堅持拒絕弟婦入靈堂，到時可能會引發肢體衝突，需要警方介入維持秩序。睇返思明嘅訪問，佢最後話放下咗呢，希望大家都係和睦相處。呢個世界幾時都係多個朋友好過多個敵人，去邊度都開開心心。佢又話希望積福俾孫兒，教佢哋點樣積福行善。可惜呢個心願似乎未能實現。思明一生最掛心2個仔，但係佢嘅溺愛可能無意中塑造咗大仔以自我為中心嘅性格，最終導致今日嘅家庭悲劇。思明嘅喪禮即將舉行，兩兄弟會唔會放下恩怨，齊齊整整送媽媽最後一程？新仔會繼續同大家跟進。好啦，今日新仔同大家傾到呢度，你覺得李永漢嘅指控係咪可信？你認為喪禮會唔會再起衝突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啦。我係新仔，我哋下集再傾，拜拜。好啦，單料就講到呢度。如果覺得新仔分析得唔錯，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出去，最緊要係訂閱新仔好生活頻道。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動力，多謝晒。